今次冠軍騎師潘頓有3粒星可以贏馬，嗰3粒星呢，就係第3場6號賀賢隻比達星，第7場5號希斯隻盈妙星，同埋尾場4號希斯隻天星，都係份量十足嘅叫馬。除此之外，今次賽事留意第4場4號徐以成馬房隻廚神。自從上季尾喺3班由班德利跑第3之後，今季初出第1場仍然係喺3班跑，不過仲要跑沙田田草1200米，結果大敗而回，跑撈尾卒之落返4班，返嚟化湖谷跑1200米，最近跑咗2次喺化湖谷，前次由田雞田泰安跑就跑第6，而最近啱啱跑嗰場呢就跑第4。今季隻馬跑過3場之後呢，熱完身之後呢，就越嚟越到位啦，開始入局。真係唔係講笑啊！除咗上季尾班德利幫隻馬喺3班跑嚟一直第3位置之外呢，另一位好手外籍騎師奧爾文，佢就係贏馬功臣啦，就唯一一個幫隻馬開齋嘅騎師嚟嘅。今季人馬初次重逢合作呢，就已經喺最近175場次跑第4喎，令人有啲驚喜喎。好明顯隻馬就翻晒嚟啦。而且熱夠身之後呢，人馬又合拍，隻馬呢同正上名率大概20%，就唔係話好高。不過呢，話晒而家今次係用翻奧爾文呢，都係出擊嘅信號嚟嘅。仲要睇翻今場對手咧，各有缺點啦，例如6號啦，呢個瑰麗人生啦，最近賽績越跑係越曳，越差，試習都係好曳，其他好多位4班都係下風分子嚟嘅。其餘有2隻3班落4班呢，就有1號啦，缺一劍，同埋2號渾身解數。呢2隻馬就衰就排大外檔，一隻排第10位啦，一隻就排抽得12檔。呢2隻馬試過慢閘喎，同埋又試過直外閃，咁你排外檔好鬼窒死啊！真係認真找忌啦。唯一呢就係比較顧忌呢，就係方家柏嗰隻7號飛騰志，因為馬房呢就化湖谷係有啲動靜嘅。最近神操都幾好，加上呢排5檔呢，又係排內檔。如果俾隻馬喺前面守好位放順咗呢，即係有機會俾佢放甩嘅，一啲都唔出奇嘅，係有啲威脅嘅。加上呢隻飛騰志喺4班都試過經常跑得好，5班化湖谷呢都試過黃志雲贏馬，所以呢場呢就推介4號搭7號為止 Q 為止 Q。另外 Win Pay 呢就4號廚神啦。廚神始終都係穩膽嚟嘅，希望因為星期3奧爾文呢做翻場好戲呢，替徐以成呢隻馬開齋啦，贏出今季第1場頭馬。最後星期3化湖谷夜馬潘頓嗰手馬呢都係十分之惡嘅，特別係嗰3粒星呢，就係第3場比特星啦。呢筆轉倉馬轉咗過嚟賀賢馬房之後呢，就喺上次157場次呢就現真身啦，見真章啦，由黃寶妮跑入 Q 第2。今次呢就黃寶妮唔好彩啦，就啱啱喺沙田就整親，有少少傷，就星期3跑佢就唔可以出賽啦。益咗阿潘頓，分分鐘隨時幫阿賀賢散領個招牌，夜馬凱旋會都唔出奇嘅。另外希斯馬房呢有一對惡馬，就係第7場5號隻盈妙星啊。同埋尾場嗰隻4號天星啊，都係殺星震天。又係排好多喎，哇！分咗起個孖都唔出奇。第7場呢，嗰隻盈妙星呢，今季初出呢，就擺明有心出擊㗎啦，結果呢就唔好彩跑入 Q 第2。輸俾隻紅海記，一啲都唔失禮啦，賽績係非常之硬淨。始終呢隻馬今季未贏呢，仲要今次呢就扮到去潘頓，
擺明係希望收復前失就贏翻場啦，希望咁啊值得睇好啊！至於尾場嗰隻天星咧，哇仲更加惡，抽得黃金一檔，隻馬仲啱啱贏完，隻馬咧就操到 fit 晒，咁啊越嚟越成熟，咁啊今季隻馬咧出跑沙田咧就已經想減身單㗎啦，可惜係跑入 Q 第二，咁啊都跑得好好㗎啦。咁轉跑翻去谷之後咧，咁啊始終係高班啲嘅，咁啊卒之啊跑到第3次啊贏馬開齋啦。咁嗰次開齋都係配潘頓嘅。再講尾場對手啦，好多都係比較失準馬多，同埋排檔又差。希望今季跑到第4場，潘頓可以食尾糊啦，幫隻馬順利連接，再下一城啦。好，同講咁多，好，打贏咗，拜拜。講咁多啦，因為大家留言先，拜拜，再見。